J.Lo 喺交易嘅時候成日講一句 Trade what you see, not what you think。呢一句其實都係 Jess Livermore 嘅祖傳門訓，但係知易行難。喺依家呢個咁資訊爆炸嘅年代，好多人做緊嘅可能根本唔係研究，而係自我說服。你可能見到群組入邊有人講邊隻股好勁，新聞講佢好有潛力，大行嘅評估又升級，明星基金經理都加倉，之後你就瘋狂 search 所有關於佢嘅好消息，揾一堆理由嚟證明自己冇睇錯，就貿然入市。呢種就係 trade what you think。真正 trade what you see 嘅交易者係點？佢哋會放低預設，拒絕幻想，用事實說話，關注圖表結構同數據本身，最後佢哋淨係會根據自己觀察到嘅事實作出交易決定。呢一個過程冷靜、克制，甚至孤獨，但係佢有個好處，你唔再會俾市場拉住走，係你自己主導交易。trade what you see 唔容易，亦一啲都唔簡單，因為你要抵抗雜訊、情緒，甚至身邊人嘅聲音。trade what you see 唔係口號，而係一場修行。如果你頂得住雜音，頂得住唔衝動，市場遲早會俾你穩定嘅回報。